这是故意让你看见的，然后再把叉吃掉。这几只那还是给它放到面里面吧，因为如果闹选择面条就让它吃了。等会儿对呀，等我啊，等我，你干嘛？我可以，你准备的面条。哎，我准备了，来，面条，我后悔，我后悔，你等会儿不了，我帮你看的呀。让我抓住。对呀，对呀，我这个。无法选择，爱与爱过像一场。4个男人自己没有选择面条，别人的自己吃，自己吃的。说了早就会懂。这时候不是我死我。啥呀？干啥？叫你。想想泡芙，吃了。